再生水它依照目前的再生水发展条例来讲，它会有一个一定的水质标准的要求。那以我们今天看的永康厂来讲，主要是我们提供就是工业来使用。那工业来使用，以目前像我们这个厂，它就要求到21项的水质。当时伊要做，阮所在讲热经纬遐大。要做起来再生水是，头讲台湾第一做的，我也是足相信。但是问题是讲周边设备，要阮搭下手好势。永康再生水未来可以提供1.5万吨的再生水之外，我们在106年的7月份也获行政院核定我们的安平再生水的推动计划。那这个安平再生水推动计划呢，有3.75万吨。那目前由我们水利局，那现在在那个规划跟那个发包施工中。那现在我们预计在明年111年先期，在10月份可以完成初期的1万吨的供水，到113年可以完成全期3.75万吨的一个供水量。那再加上我们的仁德水质中心，也未来会供清美公司这边大概有1万吨的一个再生水，所以从永康、安平再到仁德这3座污水厂大概可以提供到6.3万吨的一个再生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湾由于地理环境特殊，河川又短又急，储水不易，经常要面临水情严峻的难题。为了有效利用水资源，台南市政府与中央携手兴建永康、安平、仁德再生水厂，推动污水再生利用，可稳定供水到南科，降低产业与民生用水的竞争，来因应岛内的缺水危机。近期已经完工的永康再生水厂是全台首座可稳定供应高科技产业再生水源的公共民生污水处理厂，同时也是一座兼具环保、景观、生态、休憩及教育功能的水资源环境教育园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想，永康再生水厂一方面来看这个进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在这个现在的严重枯水期，能够提供至少是初级的再生水，能够提供给一般非饮用的民生使用。好，那这点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再生水厂。那估计现在在试运转期间，一天能够提供2500吨，好，然后接下来的目标是一天能够8000吨，好，那这个水质的部分现在还在做调控的动作，也就是说，将来如果调得比较好的话，那可以使用一个，甚至可以提供高科技厂，它的一个对水质的要求。那至少现在对于民生非饮用的民生用水，基本上是可以使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根据建筑技术规则，建筑物伫建筑设计时，拢会保留一定的空间，连同道路开放公众来使用。按照规定是袂用来设围篱、栏杆等。不过，议员蔡玉辉以最近民众顶前180件的违规，询问市府是毋是有发过公文来纠正。对此，市府工务局回应，原则上通知大楼拢会来马上改善。不过，市长表示，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未来一定会来处罚。180件，恁有发公文出去甲讲，你唔通违例，你有开放空间，公众使用无啦？恁有发180件发一件公文无啦？你要开半张单，甲这180间开放空间讲，恁有做违例，开放空间有明显无？别个管制约，看卖别个，对我是伊用违章甲听呢？恁有180间有通知一间无啦？180间开无半张，也无讲伊开放空间无用，也无讲违例袂使，也无讲
咱停车场袂当用，伊拢照做呢。啊，你毋是独立财团，无是安怎？我讲伊是拢迄个问的关系啦，毋是真正讲啥物违章啦。啊，所以大部分阮大家纠正伊就拢解决啦。啊，所以纠正是我甲你讲，你甲纠正的，我还袂甲你讲，你甲纠正。门应该爱拍开，伊无拍开，大概是这种。标示。啊，这种我若去查的时候，甲通知伊，伊就改掉了。老是跟这些财团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伊关起来，咱来伊开去走，伊搁关起来。对啊。所以我要伫上短的时间来尽速来定这个办法，啊，里面要有法则。要有法则，毋是讲来甲你劝导啊，你搁走好，啊好啊就无效啊，另外，咱市公共设施用地面积大约有9000多公顷，不过等待征收的公共设施保留地就有1800多公顷。议员认为，市府应该检讨无使用需求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该乡地予人民就爱来改变，避免有人刻意来操作。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7月30號的聯合質詢中，蔡淑慧議員首先針對黃金海岸的準屋投資案來向市府討論。議員指出，這個所在準備由南仁湖企業投資100億來打造海洋之丘度假村，但是煞特別2024年才會動工。議員煩惱，距離動工還有3檔的時間。就算市長連任嘛趕袂赴剪彩以外，同時嘛可能佇3檔內會產生真濟變數，所以呼籲市府應該趕緊看用什麼方式來量早動工，提早完成嘛，當趕緊來推動觀光。局長，我請教一下，既然我們基於協助的一個地位，你有沒有去想過，他們未來簽約，萬一有發生類似的狀況，有什麼退場機制，或是有什麼法則，能夠對這個來保障我們？不管是港務局，或是我們台南市政府，甚至我們安平的整個發展，能夠不會因為他們，讓我們一直延宕下去。好，謝謝議員對安平港這個開發的關係，我們都長期在關注。那這部分我覺得您的這個意見非常好，我們也會跟港務公司這邊積極的來溝通。正如您講的哈，我們希望它開發能夠越快越好。是。其實對市民來講哈，或者是對港務公司來講，越早的開發哈，越快的開發，好，它可以獲得的利益會越高啦。所以我想這一點我們會積極的來要求跟爭取。另外，南區甲安平區攏總有30個公園，109年甲110年維修的經費攏總變6.5億，新開闢的公園敢若變1億外，佇咧預算上明顯無夠。議員建議，親像水漂穩公園、義在公園，這兩個公園佔地攏佇咧10公頃以上，但是因為建設的時間傷久，有真濟設施已經無合現代的需求，所以會用直接甲公園做整體的翻新。安尼就應甲徵收土地大筆的預算甲省落來，佫會用發揮原本土地價值。煥然一新，全部重建，充分把這個土地的價值展現出來。一塊公園以目前市價沒有60億，有100億，結果破破爛爛的一個公園存在。我覺得咱台南市這個門面真歹看，不好看。那這樣的一個狀況，我們怎麼樣在有限的經費裡面，逐步每一年去更改、去重建一個新的公園，讓舊的土地能夠展現新的風貌？局長，你覺得好不好？是的，就是說對一些比較大型的這個公園做一些重新思考了，有一些大概或許會有更好的這個表現。那當然，其實我們這幾年也不是說沒有開闢新公園了，因為市長剛上任的時候，他就交代清查公有地，所以這幾年我們新闢大概都是一些公有地了。那公有地的話，我們也會好好規劃。那舊的呢，大概就是正如蔡議員所提到的，我們應該好好的做這個整修和檢討。議員針對觀光甲民生日常生活議題提出來甲市府討論。希望市府會用做伙努力，甲台南市打造成健康有活力的好城市。台南新聞林跟劉品言採訪報道。台南市議員蔡玉輝、蔡淑慧甲李中琴上午的聯合總質詢，首先以行動劇的方式，扮演高端2期的人體實驗解盲，扮演前副總統陳建仁住的是安慰劑，而且佇3期閣咧進行中。政府就是來採買國產的疫苗，開放民眾來預約登記。3位議員認為，
如果高端的综合抗体效价比 A2 要悬出3-4倍，建议中央是不是嘛爱回敬予友好的国家？咱高端的总经理讲，因这个高端疫苗会当应付印度猪呢，会低头呢。咱有耐心，咱敢送疫苗咱，人即马东京办奥运，美国咧出问题，咱高端疫苗会当应付印度病毒株，咱爱回正一下。我们当然很希望国产疫苗、高端这个疫苗，真的是为了防范我们这个这种新冠肺炎是非常有效的。然后也借由我们的量产之后，能够做好国民外交。但是到目前为止，要说国民外交，连国内的人要接受的程度都不高。咱就算没支持国产疫苗，但是我认为所有的认证跟所有的实验一定要到位，才可以让我们台湾百姓打得安心啊！无你看，因为做疫苗的关系，造成足侪状况，但是咱的政府就唔敢讲，伊是因为做疫苗发生啥物代志的，敢唔是安尼？我建议啦，对啦。另外，议员李中勤也批评台湾对过去的防疫自由性，伫个短短半年后变成防疫的后段班。原因除了出伫个疫苗的覆盖率，另外对今年疫情的大爆发，到底谁爱来负责任？议员表示，历史拢会有记录。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伫远见杂志最近的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台南市长黄伟哲今年的施政满意度由原表现亮眼，得到4.56%的肯定，尤其是观光休闲满意度82.6%，是六都第一。失业率更是六都上佳，伫全台经济拢受到疫情冲击，也是有如此的表现，相当无容易。黄伟哲伫接受访问时谦虚表示，民调只是参考尔，还是要将本务做好。民调只是参考而已啦，我觉得就是还是原先的本务做好了。那反正现在各家媒体的民调很多元啊，之前也有一些学者专家做的民调，我们反正都是参考。那推动市政还是照正常的步调来推动。疫情影响到各行各业，台南市政府伫去年率先推动防疫安心上岗计划，提供线顶求职求财媒合。另外，阁办理4场大型、2场中型就业博览会，以及264场小型的人才活动，提供6万外的工作机会，降低疫情的冲击，增加民众就业机会。互台南的失业率更是六都上佳，也互黄伟哲市政满意度来到7%的高分。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现在各家媒体的。最好玩的主播夏令营来喽！即日起至8月4日开放报名，活动全程免费，欢迎涉及台南市高中以下的同学踊跃参加，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详情请洽双子星及三冠王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校长交接典礼，30日上午10点，伫明星科技大楼开放空间举行。活动遵守防疫的规定，全程挂喙罨、人流管制以及座位距离有大。交接仪式伫华裔董事长郑启瑞干高之下完成。祝福同仁将金币给现任校长，接下来进行迎新交接。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更是本校新目的章。社林校长曾信超表示，伫校长任内7冬，为学校争取多项计划补助，解决了学校济年饮水以及交通的问题。期待新任校长爱持续督促努力。回首华医，至少我很有成就感的是，我们解决了华医2个沉疴了，一个是淹水，你们都可以见证的淹水。那我们三爷溪工程完成哦，当然要感谢市府啦、六合局。那现在几乎就不淹水了，哦，这个是50几年来做不到的事情。第二个事情其实还没最后完成，我们华医出入的马路很小，好，非常小，但是我们争取了一条15米的大道，从仁德胜利路扩到华医。到志宏祠，跨过高架，跨过高速公路，到能和路，这一条如果完成呢，可以取代
仁德交流道变成南关线跟台南的很重要的干道。新任校长孙一鸣表示，会以永续甲创新作为今后校务努力的目标，尤其面对后疫情时代，身为医护大厦的华医，更爱成为台湾的守门人。今天很高兴啊，在各位的贵宾的祝福之下来接任这个中华医事科大的校长这个工作那我想以这一次的 COVID-19 的疫情来看其实有很多的专业是需要我们这种医师大学来担任守门员的。那我想我们学校有相关的科系，在这一次的活动中，应该都可以来做一个合作。那我也任重道远，我会好好的来做这个学校的各项特色的发展。那也把我们大学的社会责任好好的发挥。那也希望未来很多的产官学界都能够跟我们学校大家一起来合作，为我们中华医大，为我们国家的防疫或者在公共卫生方面等等贡献一力。华医董事长郑启瑞最后也用俏死骨人的祝福方式，勉励新任校长孙一鸣持续传领学校发挥华医的精神。学者出身顺利，做人做事做定志，大家做伙来相敬，发挥华医的精神。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相信一般人听到无人机修复器，就是训练学生到民航公司将事后勤维修。不过，远东科技大学成立这系，其中也看准无人无人机的多元价值，所以暑假期间特别开办线顶体验，透过手机的 App 得当来控制，相当特别。希望鼓励学生有多元的出路甲竞争力。我们会有一些无人机的课程，除了教同学怎么去操控无人机之外，我们也希望说，当今天无人机有故障了，包括它的整个主机板啊、飞控啊，或者是它的结构有损伤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去做维修。然后平常我们也教同学怎么去保养维护我们的无人机，因为当你的保养维护做得好的时候，那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那无人机出状况的机会就会比较小。这是我们的整个无人机课程的一个训练的目的。课程当中嘛，邀请大学一年级特别公司聘用的学长杨胜宏来分享，并且示范各种高难度的飞行，以家己对高中一路行来经验来鼓励学弟妹。我们知道遥控飞机是一项昂贵的兴趣，那因为它很昂贵，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功课，利用我们在飞修课所学。把我们学到的东西放到遥控飞机上，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如果我全部都自己做，买零件回来组装的话，花费不会那么高。然后我就开始组装遥控飞机，然后开始飞，开始学。伫课程的体验活动嘛，难得有女性的新生加入，看准该系有真大发展。就当初设想是觉得这个蛮有发展性的，然后在听完学长的生涯规划之后，觉得。这个跟我当初预想的差不多，希望未来可以跟像学长一样厉害。学生虽然有高度兴趣，不过如何将兴趣转化成就业，带动产业的发展，拢值得期待。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生活做是无正常，工课压力大，带状疱疹就容易发作。根据资料显示，在台湾每1000人大约有5人会得到带状疱疹，其中超过60岁的患者内底，更有10%左右会发展成为神经痛。一旦痛起来，爱定期食止痛药啊，让生活品质大大下降。医生建议会当考虑高频神经调控疗法来帮助治疗。带状疱疹的病人，他一旦发展成慢性神经痛，那病人的生活品质就会大打折扣。那这些病人通常都会需要定期跑门诊去拿止痛药。那目前的止痛药，也不一定有办法能完全控制病人的疼痛，所以病人的生活常常因为这样子而大受影响。
如果在药物的控制下，病人没有办法回到一个令他满意的生活品质，那调整病人的营养状况，并且接受脉冲式的高频神经调控，是一个控制疼痛的选择。医生表示，除了治疗以外，预防嘛是一个重要环节。呼吁年龄超过50岁，而且有慢性病、免疫功能不良的族群，买当接种带状疱疹疫苗来预防发病。台南新闻江硕伟采访报道。COVID-19 疫情冲击，真侪人唔敢到病院看医生。根据高雄荣总台南分院骨科主任陈建宏表示，其中就有一位88岁阿伯，因为无小心跌倒，家属也准讲只是酸痛，倒面床休困，想袂到出现的串电镜头愈来愈严重，经上病院才证实是髋部骨折，加上肺炎等并发症，遗憾离开世间。那髋部骨折为什么那么严重？因为它不像我们其他四肢的骨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固定，甚至打石膏啊，不开刀等它愈合，只是后续会有慢性疼痛的问题。髋部骨折最常见到的问题是，它会面对到要卧床。什么叫卧床？病患要躺在床上，完全没有办法动。这时候躺一躺会出现像我们个案里面的高龄长者躺床，造成痰不好咳，会造成进一步的肺炎；小便不好解，会造成泌尿道感染；躺太久会压出褥疮。因为这3个感染造成后续败血症，而最后造成了离开，让家属其实蛮难过的。为了避免类似危害再次发生，特别是老大人脑骨质疏松、筋膜减少等衰弱，得参像骨头、鼻道已经拍拍，根本袂堪你跋倒。医生提醒，莫无爽快就食止痛的，有问题也是要尽速就医，避免错过黄金治疗时间。髋部骨折典型就是会面对到卧床，就算你吃药，病患在翻身还是几乎没办法翻，包括他抬脚都有很明显的有困难，包括走路更别提了。所以一个高龄长者如果面对到跌倒，造成后续连走路都有困难，这时候要做的不是躺床休息，而是要尽早送医。就算是在疫情期间，我们还是尽量呼吁大家，在高龄长者面对到骨质流失、疏松、肌少、肌肉减少，以及慢慢有的所谓的衰弱，这当中要尽早就医，而避免错失了所谓的黄金时间，延误了最重要的治疗。医生指出，老大人平时也是要加强大腿筋膜训练，减少跌倒以后的风险。当然，若无小心跌倒，一定要让医生顺看看。以目前的医疗、复健拢会当有真好的复原。台南新闻阮及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